目前在台湾，很多竹联产业都外移到大陆，但是在竹东的客家庄却有一间竹联工厂屹立不摇。经过了60个寒暑，传递了3代。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我们带您一块来见证传统产业如何展现新的生命力。位在竹东的皇城竹联已经60年了，传承3代，坚持传承客庄的竹联文化，大受欢迎。工厂还在竹东运作，老板庄文勇强调文化就该留在台湾，所以工厂绝对不外移。目前这个是我们外销日本的这个窗帘啊，它是这部分是半成品，寄到日本，他们再进行加工。第一代只卖竹子，到了他转型做竹联外销。不过现在学设计的女儿庄博慧，让竹联不只是门帘，还融入生活当中。画布的5个颜色都有在这次订单，总共500片。转个弯，让竹联多了趣味，妇女一心，运用客家艺术之美，打造一系列的文创商品。那他回来以后，就帮我们公司里面创造了很多新的产品，还有在我们行销方面也打开了新的这个内销市场。像是这个杯垫就成了很多结婚新人指定的伴手礼。女儿有创意，老爸很满意，因为业绩多了2成。表现得不错，还好有他在。新旧融合让竹联更有客家味了，因为以前的客家竹联是一整片，要进出并不方便。经过女儿的巧手，变成了这种2片式。可以有客人来订。除了有客家花布装点，还能够在竹联上添点小玩意儿，不然像这种竹联跟花布联混搭一样与众不同。因为我们这个客家粽台湾用客家比较红色的大花的跟客家结合的竹联用品还不止这些呢。原本打包用品的客家小方巾，经过它的设计，变成了这种礼盒，功能很多元。那里面可以装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客家擂茶啦，或是说这个橘子酱啦什么之类的这些客家创意商品不止在店内贩售，很多客家餐厅也都指定选用。另外，百货公司的来店里也跟他们合作，妇女联手，让客家竹艺有了新生命。一连竹片3代传承，60个寒暑记录客家底蕴。当竹子的飘逸遇见奔放的红花，接棒创新的感动时刻。